郭志仁、陳聰。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嗱，另外呢個話題啦，節目最後一段都係公眾教育，就係講緊嗱，其實呢個我相信呢，有一個普遍認知就係香港唔可以藉住一啲生殖嘅技術咧，去揀你生嘅 BB 係男女，即係揀性別係唔可以嘅。係啊，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已經係有呢個認知，但係其他地方可能得喎。係啦，得，但係就變於過往係唔係一個灰色地帶，就係話如果有啲公司。喂，唔係，我去介紹啫，我去推廣啫，實際執行嘅時候唔喺香港範圍嘅，咁得唔得呢？嗱，而家呢個個案話俾你聽，其實推廣去講解資訊，其實都唔應該。因為尋日警方咧就拘捕咗一間公司幾個嘅負責人啊，或者佢嘅同事啦，咁佢做咩呢？佢就喺香港宣傳、推廣同埋招攬啲客啊，就同佢傾好晒啊，安排服務之後呢，就安排佢去海外取卵啦、取精啦。一啲嘅胚胎嘅培育啦，胚胎性別嘅選擇啦，同埋安排埋咧代母嗰個服務嘅，咁所以就因為做呢幾樣嘢咧，就俾人拘捕咗啦。咁嗱，咁啊的確咧，你喺唔同地方睇咧，佢哋真係我哋外地呢啲地方啦，佢係真係容許我哋有啲外國夫婦做代孕啊，甚至俾你去揀性別啊等等。咁所以正如阿聰所講啦，佢唔係香港做嘅，佢係簽好晒所有嘢，安排你去泰國啊或者其他地方做呢一啲揀性別等等嘅行為。咁究竟得唔得嘅咧？諗似乎警方拘捕行為就話俾你知，喂，唔得喎，揀嘅。你喺香港做就唔得，你唔好以為去到外國做，但係呢件事都喺香港發生噶嘛，嗰個簽約啊等等啊都係有問題啊。係咁呢次呢，我哋就問一問咧熟悉呢個範疇嘅大律師陳偉志，同大家講解一下啦。早晨，早晨，早晨，係早晨，主持人。係可唔可以同大家啲基本 ABC 先啊？關於呢啲條例咧，香港嘅規管係點嘅咧？其實香港咧有一條法例叫做《人類生殖科技條例》啦。就2007年就都有㗎啦，已經就唔算太舊。咁咧就其實入邊咧就規管一啲嘅即係生殖科技啦，例如我哋講緊嗰啲人工受精啦，或者試管嬰兒啦。咁當然亦都牽涉到有啲好相關嘅事情，就好似剛才主持人講個代母嘅安排啦，亦都有規管話代母。或者人工生殖科技下邊會唔會有啲人想揀選 BB 性別咧咁樣，咁都係喺嗰個條例下邊有規管嘅。咁講得簡單少少，其實剛才提到話嗰個選擇性別咧，其實相對嚟講係最嚴厲被禁止嘅嘢嚟嘅，喺咁多個情況下邊。咁我諗都某程度上都係好大原因係一啲醫學倫理嘅原因啦，就唔希望話因為要揀性別嘅緣故，而我想特別或者唔要某種性別嘅 BB 啦咁樣。咁除非咧，其實有啲好例外嘅情況，就係話我有啲醫學嘅理由，我係譬如唔想話有啲可能同性別染色體相關嘅一啲遺傳疾病啦。咁我先至可以係好有限度地去有個選擇嘅，否則一般嚟講咧，呢個係嚴厲禁止嘅。因為條例裏邊咧寫明除非一啲指明嘅目的啊嘛，咁原來都有一啲例外，就係頭先嗰啲啦。係啦，就一啲我諗都比較遺傳疾病嘅問題啦，就唔係話我嘅意願啊，或者宗教或者文化理由啊，都係唔得嘅。咁關於譬如頭先提啦，可能公司覺得我唔喺香港做㗎，喺外國嗰啲地區嗰個國家俾㗎嘛，咁啊香港同佢傾好晒啲安排，叫佢嗰邊做啫，咁啊點樣睇呢個法例咧？其實呢個法例都預示咗呢個情況嘅。咁其實例如講緊譬如代母安排，通常都係其實我哋講緊一啲商業性質啦，而唔係話我哋揾個朋友幫我哋啦。若然一啲商業安排嘅，咁其實條例下邊都有啲地方講得好清楚，就係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譬如要去協商點樣去做一個代母安排
問即係人哋同唔同意咁樣做啊，或者直頭參與咗呢啲安排咧，其實就不論你喺香港或者外地咧，其實都係犯法嘅。咁所以係一個幾闊嘅法例，亦都預示咗，其實好多人可能都未必係真係喺香港去做呢件事嘅。係咁，如果有個人係香港人嚟嘅，佢自己飛到去一個容許嘅地方，自己做晒咁翻嚟，咁就冇問題啦。可唔可以咁講咧？或者咁講啦，呢個可能的確有少少灰色地帶嘅，但係若然個情況就係似乎我去有呢啲嘅考慮。有呢啲嘅參與，完全都同香港無關嘅。相對嚟講咧，咁可能就喺香港犯法嘅機會就低啲啦。因為有少少難可以講得好實啦，因為始終案例上又未必好多啦。不過若然有啲部分喺香港發生咧，調翻轉啦，就相對大危險，就其實已經觸犯法例嘅。嗱咁啊，揀食別比較清楚啦。如果揀代母，其實喺香港咩係做得，咩係唔做得嘅咧？或者最簡單嘅講法就係商業性質嘅代母安排就係唔得嘅，就都好明文禁止㗎啦。咁當然若然話我哋真係揾到個願意去咁做嘅朋友或者人士啦，係願意接受一啲安排嘅。係可以咁樣做嘅，其實咁，但係主要嚟講，我諗條例係禁止一啲可能會有啲出現倫理狀況啦，即係例如話如果我係要俾錢去揾個人嘅，咁嗰個人願唔願意咁樣做咧，或者佢有幾願意咧，咁可能會令人擔心一啲咯。但係若然一個係自願嘅安排嘅，咁法例係有程度地係可以容許嘅，亦都係。香港其實有發牌俾一啲嘅機構去做呢啲事情。咁所以條例上面寫住就禁止所有商業性質啊嘛，咁所以都容易分辨嘅係嘛，冇一啲灰色地帶咧喺呢方面有。我諗商唔商業性質都幾容易理解㗎啦，因為舉例啦，譬如條例話係禁止一啲嘅情況，就係我作出或者接受付款嘅。咁如果直頭冇金錢交手嘅，相對就好難話係商業嘅性質嘅。咁但係其實講到呢度就作出或者接受付款咧，都講多句就係其實唔止係嗰個公司嘅，因為作出付款嗰個咧，其實通常都係一啲要尋求治療嘅病人啦。咁其實喺個條例下邊都係會觸犯嗰個法例嘅。嗱，如果廣義咁講咧，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問題。其實如果喺香港，所謂叫做我推廣啫，咁其實都會唔會有機會觸犯到咧？呢部分都會有危險嘅，因為譬如條例頭先講到禁止商業性質，其實佢唔係淨係講話商討嘅，亦都有提到話如果我係去揾一啲願意去做代母嘅人啦，例如或者去嗰啲病人啦，亦都有講埋話係譬如去發布一啲廣告啊，關於代母安排啊，咁所以其實都係包括咗嘅。咁所以直頭喺香港宣傳話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外地做揾一啲代母啊，其實都係會有問題嘅。嗱，不如我哋要傾下背後嗰個道德啊，或者即係純粹討論下啦。嗱，譬如咁，我哋有時睇電影或者地方咧，真係我想揀一個人嘅幫我做代母，甚至捐精嘅。我希望佢有 PhD 嘅，我希望佢本身係乜乜乜專業嘅，係最叻嘅。咁其實咁樣嘅商業行為背後有啲咩問題？而香港覺得禁止，點解有啲地方又得咧？或者我講啦，其實主要禁止嘅係商業性質嘅一啲活動啦。係。咁我諗若然即係我講得簡單啲，就係若然我揾到個人士，我覺得佢係好健康嘅，而我亦都想同佢有啲咁嘅安排，唔牽涉商業性質嘅下咧，其實就未必好有道德問題嘅。老實說，咁等於我一般人士揾個伴侶，咁我可能想揾個健康啲嘅。係咯，但就算係有個商業行為，嗰個道德問題會喺邊度咧？譬如咁你情我願咁啊，我登記咗，我係高學歷嘅，我唔介意，我願意捐精嘅。有啲代母就話，我亦都好好㗎，身體好 fit 㗎，又唔介意做代母啊。我因為咁就係賺錢嘅一個問題。咁嗰個係道德問題喺邊度咧？或者調翻轉講啦，即係當然某啲情況大家都會覺得可能問題未必好大，但係調翻轉舉個例，若然係一啲商業性質嘅一啲活動，咁會唔會有個情況話其實有個人士係佢係覺得係願意去做代母啦？譬如
但係其實佢有一啲嘅背後有啲壓力啦，可能有啲經濟狀況又好啦，咁所以其實嚟講，調翻轉去諗嘅話，相對一啲可能容易受壓迫嘅人就容易會成為代母啦。咁所以嗰方面就可能係都可以話係一個保障嚟嘅，即係免得話有一啲其實可能不太情願或者係真係純粹都係為咗生活壓力而去做代母嘅人士，咁可能就保障會大一啲啦，對佢哋嚟講。又或者調翻轉講男士嚟講啦，譬如捐精者，咁我哋有時睇外國新聞都見啦，即係可能有啲人士原來話佢係一竇仔女，咁大家都唔知嘅，咁未必大家想咁樣嘅，咁所以譬如香港嗰個條例會有個限制嘅，捐精嘅人士佢如果已經係有一啲嘅指疾啦，咁有個限制嘅，就唔可以多過3個因為佢捐精唔得嚟嘅孩子啦，咁樣，咁所以都會有唔同方面係有一啲道德倫理嘅規限或者考慮嘅，其實呢個條例，所以相對嚴格嘅嗰個容許嘅行為。嗱，我哋今日都算係教育啊，因為你話以上一啲嘅行為唔做得咧，其實都相對清晰嘅，喺香港唔可以進行。咁但係，譬如呢個個案令到我諗翻，過去多唔多案例啊？其實都有觸犯到呢部分嘅咧。我嘅當然我就冇特別去研究得太多以往案例啦，不過似乎就相對唔多嘅，即係都清晰嘅，其實係好罕見嘅一個執法行動添嘅，其實係咁係相對比較少嘅，少啲嘅。係咁，所以大家上一當公民課啦，都知道背後嗰個原因啊，同埋點樣理解條例。咁今朝咧多謝晒陳偉志大律師啦，咁同你傾到呢一度先。